是毋是安尼讲？三心转四定，三心转清净发心，转台湾囝，圆满个心，转平静成定，千百万化身转两定，妙观七定，甲成所作定，转这，安尼叫做三心转四定。那三心转五八六七，五眼耳鼻舌身，这头前五。六意识，七用叫做为拉识，第八叫做阿赖耶识。五八果相转，六七因中转，六七因咱这个意识，咱这个潜意识、原拉识在处理操盘代志。换一个解说，命运因果就是这两式咧操盘，但是这两式爱转什么物件？爱转妙观七定，原那识，迄叫做潜意识，爱转妙观七定。七识原那识，爱转平定成定。因为咱的心若无平定，心就有病。所以若讲你心有病，意识也无要紧。人若问你一件代志，某某小姐，我伊讲的代志，你爱记袂？我嘛无概念呢，我嘛无意识啊呢，我无意识啊，我无记的啦，我没有意识，迄就叫做潜意识无入去内底。人若问你讲某某人啊，迄件代志你会记袂？哦，我听一个不够艰苦，我听一个心够痛，已经入去第七识的内底，叫做深意识、潜意识。迄个潜意识换一个解释叫执着，执着条例。你一世人就放袂过，我无骗。但是因为这两识爱转平定，所以平定离第七识叫平定，啊平定离佛陀，离金刚经离23分内底，逐中哪讲？哦，是法平定无有可哈，即名阿妙陀佛三藐三菩提，伊无人无我无众生无受者受，一切现法。即句话就是离佛陀金刚经23分讲出来。所以第七识爱转平定，平定就无执着。但是你要学这两识会成功，你的五识爱来。头前迄句话，迄个五，第眼耳鼻舌身，这头前这个爱转这物件，成所作。什么叫做成所？因为这五识啊。这眼耳鼻舌这五识，这是一个功夫。这是若要甲讲叫你来转无功用的物件，你来当转到平等性，甲妙观七定。有阵时你会听我讲，什么叫做无功用？无功用甲无路用是无相像哦。你来听好无？无功用是因为我比如一个。互咱听，迄个水若往下流，风得对后壁杀落来，迄台船敢就得开营个，咱开啊速度着。伊水往下流，风得对后壁杀，迄只船变空中就会着。照安尼行，敢是安尼？伊毋是叫做逆水行舟，伊毋是这个道理。所以第六识。第五识一定要转成所作定，成所作就协助第六识甲第七识去成功组造出来一个定。安尼听有无？协助第五识，协助第六识意识甲第七识一个运用，你报入来内底，你袂使当报入就甲报歹入。你若当用着真正，互你成功的一个点，安尼叫做哪？叫做善分辨，伊毋是叫做不分辨。我看到一个小姐足水，伊若用伊的色相啊报入来，报色相啊报入，迄内底生出一物件，迄一直想，一直想，一直想啊，意识就一直想，迄个甲潜意识来做侪麻烦啊。毋过呢，伊若用着善分辨甲报入来，
水甲无水，伫以外表象，这是表象伫心意上的内容。迄个心性的内底当中，是心性的内底，自性何其自性，不自清净的物件，迄种修成。你有法度用到迄个功夫去甲看遐物件出来，安尼报起来，安尼叫做哪？叫做善变，伊毋是叫做无变。伊是无功用，伊毋是无路用。所以是协助第六世甲第七世纪成功所做出来的一个点，这五色报应，因这五色拢无办法。到第八世，迄叫做大众色，也叫做因果色。飞机咧飞的时阵，迄台黑蛾子叫飞机好挂咧，是老黑蛾子，还是老飞机？老黑蛾子，迄叫做飞行记录器。你飞机飞过了后，飞机飞过了后，因为记录是用接机，还是飞机故障，还是操作不良，拢伫迄个记录器，听就知影。咱人飞空气，咱来到这世界有带一个记录器，你敢知？迄叫做生平记录器。你莫讲天唔知，地嘛唔知，我知尔，是道理。你若去到我庙你听无？有一个叫做天龙地甲，有无？大家拢爱佚佗地甲，无爱佚佗天龙。去到地甲叫路桥、记忆桥，大家徛咧到个真刺激。有点向边仔单落一个出来，夹到记忆桥，甘愿去后面看迄个地甲。但是头一个记啊，入来叫成果，对不对？成果啦，来啊，把犯人押入来。大囡仔，冤枉我，有无？你去看到安尼，来啊，看剧镜台，甲你看剧镜台，我咧甲你讲，该洗脑。伊剧镜台，伊对地八色，你带来迄个记录色，甲你插入去了后，你的一生的记录拢会内底，咁就好小事。今日一个贼仔，如果一个人偷窃物件，好卡在拢无人，无看到，电话袂着。人去报警，你甲迄应地吼，监视器应地，绑着，人迄警察就来应地是开来，这是查到什么人对伊看作清楚对不对？就去甲掠迄个贼仔。迄个贼仔就讲无人，我係去偷窃，来，看内底这个是你，那是我着你，你感觉小姐？迄拢是小事情啦，安尼听有无？咱人生来到这个世间所做的物件，叫做自作自受。什么人要甲你受？什么人要甲你受？伫你的因果性的内底当中，甲你要做清楚，是安怎要想着？要安怎？因果性要甲这大有囝去，要安怎甲转大有囝？就是因为我互我迄个自性中，伫迄个地面色的内底当中，完全就是符合我大众性，我完全无力量。忏悔就是要甲迄物件甲悟清伊，叫做忏悔清醒。你是做这甲做这，我唔知，我唔管，恁家己做家己想。但是悔过版唔重要，悔过版唔重要。每个人真正太重要，唔古办的人很重要，唔捌的人咧，但是到有一个时阵，迄个时阵，后壁一句话咱讲袂知拢太大。我今日非常难得啦吼，咧读课咱2点的书吼，伊的德行，可能伊有兴趣。大家拢同知啦吼，我今日也请咱见拜2点钟伊的课，甲大家分享，讲到伊了解法律，来甲准备第2堂课就是咱红点书，红经红点书，咱互俺们这个前年讲到这个所在，最后祝福咱今日法律情况身体健康一切。好，谢谢各位。大众请起立。
感谢父前人慈悲，前道鞠躬，坤